大家好，我係莊子啊。今日我哋唔睇數據，嚟睇一場關於空間同選擇嘅頂級博弈。畫面入面企喺 Jokic 面前嘅就係法國巨塔，佢最叻就係守住籃底嗰塊地頭，但 Jokic 偏偏就要將呢座巨塔引出嚟。當呢位當代魔術師企喺三分線外攞住波嘅時候，木狼嘅防守其實已經開始散晒，籃底嘅空位大到好似海咁闊。Jokic 完全冇做多餘嘅假動作，即刻將波傳入內線。呢個時候金塊已經有幾個球員衝入去，最後就用一球超靚嘅空中接力完成得分。呢一球唔單止係一個得分，更可以話係 Jokic 最木狼嘅黑星縮影機。大家好，我係莊子啊。今日我哋唔睇數據，嚟睇一場關於空間同選擇嘅頂級博弈。畫面入面企喺 Jokic 面前嘅就係法國巨塔，佢最叻就係守住籃底嗰塊地頭，但 Jokic 偏偏就要將呢座巨塔引出嚟。當呢位當代魔術師企喺三分線外攞住波嘅時候，木狼嘅防守其實已經開始散晒，籃底嘅空位大到好似海咁闊。Jokic 完全冇做多餘嘅假動作，即刻將波傳入內線。呢個時候金塊已經有幾個球員衝入去，最後就用一球超靚嘅空中接力完成得分。呢一球唔單止係一個得分，更可以話係 Jokic 最木狼嘅黑星縮影機。